中国的紫光集团捌伫咧2015年想要用上千亿的代票，要甲咱台湾3间封装测试的大公司买落来，甚至佫呛声讲要收台积电的股权。想袂到紫光集团即马已经是发生财务危机啊，去互智路建工联合体出600亿的人民票价买落来。去年底，智路建工甲台湾日月光设伫咧中国4间的纺织厂买落来，交易金额有超过美金14亿。民间团体也烦恼讲，咱的技术会泄露出去，会有政府就要赶紧加强修法。若准是关键技术去到中国设厂进前，拢爱事先提出申请。美中贸易战加上疫情扰乱全球供应链，车用的晶片严重欠缺，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实力甲产能也因此更加受到世界注目。特别是台积电在今年的一个合并营收，预计年增率将会从去年的18.53%，那么再度跃升扩增到今年的24到29%，那么甚至在未来几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率也会攀升到15到20%的一个区间。那台积电年增率继续红看好，其他 IC 产业，亲像联发科、日月光、甲第二线中小型业者，也因为有多元布局，订单逼量。不过去年底，中国智路建工联合体甲日月光伫咧中国4间纺织厂拢买起来，交易嘅金额有14亿6千万美金。烦恼咱国嘅技术外流，影响供应链安全甲台美战略嘅互信关系。经济民主联合呼吁政府爱赶紧修法，要求台商要卖掉中国子公司的股权甲资产进前，对资本会当事后报备，拢着爱改做事前申请。经济部伫去年10月的时阵，就发现这个问题真严重，修法的草案到即马拢还未真正发布实施。经济部投审会表示，包括劳动部、陆委会这几年拢有加强维护国家安全，防止中国资金渗透。针对强化关键技术去到中国投资设厂合作的许可办法，因表示已经送到行政院，应该真紧就会有消息。记者阿明金、小桂林台北报道。